呢間店係好食嘅，但就係唔係我經常可以嚟消費嘅店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12月嘅廣州終於有啲冬天嘅感覺啦！喺熱心群友小豬姐嘅推薦之下，嚟到呢間藏身東圃大沙圍附近嘅碼頭土雞村啦。廣州入冬嘅指定動作，咁就梗係打煲啦。入冬打雞煲定律嚟噶嘛。呢度主打嘅咧係洋山桑拿大扇雞啊。本來咧淨係訂咗一隻11斤噶，結果咧越嚟越多人，只好再追加啦。雞肉切條桑拿，雞骨咧就放喺下邊煲湯。不論係雞胸定係雞髀啊，肉嘅口感都幾唔錯，有一定嘅彈性，並唔硬牙噶，亦都有一定雞味。略顯不足嘅係咧，容納10幾人嘅大台咧就只有一個煲，每次揭開個蓋啊，都係供不應求嘅狀態。小豬姐咧仲帶咗唔少私伙嘢噶，喺呢煲湯入邊加咗唔少嘅料，絕對唔係為咗嗰啲壯咩啊咩羊之類嘅功效啦。從呢啲雞腳雞翼嘅大細側面可以睇出呢隻雞咧真係好鬼死大噶，膠質非常重，甚至咧有啲黏口。呢餐14個人合共消費1、2、3、4。有講句雞咧都係幾唔錯噶，喺呢度附近嚟講，呢個品質可以講係鶴立雞群啦。就係人太多嘅話，寫身有啲尷尬噶。每次掀開個蓋，每個人分到嘅量都唔多，食得咧就唔係好暢快噶。呢類型嘅雞煲咧，我最近更加中意另一間，而且真係起片而唔係起條噶。我哋嗰時5個人啊，就食咗18斤雞。呢間店咧，下次再更新啦。而今日呢一餐咧，我都只係半飽，並冇放開嚟食噶，所以咧好快又可以宵夜啦，就決定嚟試一試呢間睇落好貴，因此只敢喺半飽狀態之下嚟試下嘅同福上品篇啦。之前有了解過，坐房嘅話咧，餐標都係500蚊一位起噶，廚房負責寫菜單。第一次嚟就先輕輕試一試水啦。香酥9肚魚份量並唔多，目測咧就係3條左右嘅量啦。切細塊油炸，回油做得幾唔錯噶，表面乾爽唔油膩，寫身鹹香酥脆，手法咧係講究噶，除咗量少啲之外，挑唔出缺點嘅。酸菜煮吊龍，齋係香氣啫，就已經相當開胃啦。係酸菜同蒜蓉嘅混合香氣啊，辣度係廣東人普遍都可以接受嘅程度，而且唔係嗰種油膩嘅做法，我相當中意啊。碌牛肉嘅溫度咧都好講究噶，食得出唔係嗰種靠猛火煮熟嘅手法，肉咧係啱啱斷生噶，而且呢個吊龍選品相當優秀，就算係呢種偏厚嘅切法之下，呢個牛肉嘅口感依舊都係軟滑噶，奶香都相當唔錯，連埋呢啲切段嘅酸菜一齊食，解膩又開胃，相當唔錯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可以有咁樣嘅體驗，呢個酸菜咧功不可沒噶。佢唔單止令酸湯嘅酸度、辣度、香氣都十分平衡，而且佢嘅本體食起身咧都係鹹酸適中，口感爽脆，唔係嗰種死鹹啊刺激嘅老壇貨色，而係充滿鮮活嘅滋味啊！如果呢個時候再嚟翻份米粉就好啦，只可惜問咗下，並冇咁樣嘅操作啊！香芹爆炒魚麵，特意點一份炒菜試一試鑊氣噶。潮州芹食起身咧都仲係會起渣噶，比起魚麵呢個更加似係將魚餅切斷啦，鑊氣都係 OK 噶，但就係偏油膩一啲。乾啫爽白鱔，香氣幾唔錯噶，底部都冇多餘嘅水分，白鱔食起身咧就相當脆啦，調味係高級噶，純粹就係靠啲料頭同埋簡單嘅鹽糖味精調味，睇落簡單啦，實際上已經係最好嘅選擇噶啦。如果話有啲咩係唔中意嘅話咧，就係略嫌表面呢層粉咧有啲多餘噶，增加咗不必要嘅油膩感。油潑辣子雲吞，由於數量唔夠，直接咧變咗贈魚。油潑辣子並唔算出色嘅，主要係香氣偏弱。雲吞嘅肉餡過於彈牙啦，寫身更加似係雲吞皮包住豬肉滑，有啲奇特㗎。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5.2。有句講一句，如果唔係今晚已經係半飽狀態，估計咧我哋仲會點更加多。酸菜煮吊龍係全場最佳啊，完全打開晒我哋嘅胃口。其他菜式其實咧都相當有功架噶，畢竟呢間店咧其中一位股東係廣州而家炙手可熱嘅某5星級酒店中餐廳嘅主廚啊，真係就係除咗貴冇咩問題噶。其實除咗呢一頁紙，更多菜式咧都仲係需要睇小黑板噶。不過咧就需要留意一下啲標價係咪準確啦。就好似我哋今晚咁，啱啱入嚟嗰陣咧，見到嘅乾啫爽白鱔咧係68蚊嘅啫，我哋感到相當震驚啊！哇，咁筍！結果後尾樓面先話原來寫少咗個1，又加翻上去。同樣情況其實唔止呢一度噶，當時咧我哋仲相當好奇，點解酸菜煮吊龍係168，而荷塘葱菜蒸吊龍先68呢？言歸正傳啦，呢間店係好食噶，但就係唔係我經常可以嚟消費嘅店。
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。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